餐很重要。点餐之前询问你的朋友或是客人喜欢吃什么，是一种很有礼貌的行为哦。它的客家话发音也很简单，注意听哦。好食物嘅，好食物嘅，好食物嘅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怎么运用这句话哦。走。好食物嘅。没有，这么特别啊！这么早可以看到你，而是得吃早餐哦。对啊，我超久没有早起了，想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。那就一起吃早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吃早吃早餐，走。这边中西式都有哎。好食物嘅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中式的。中式的，好啊，那要什么？那我要一份葱油饼。葱油饼，葱油饼。和一杯 Hellnen 豆浆。对。那换我，我要来一个汉堡，然后加上一杯 Hellnen 豆浆。来，这是你们的早餐。安之噻。Hellnen 豆浆跟汉堡，真的懂浓厚深，很香，很好吃哦。真的懂好吃。赶快吃！哇，今天吃了好吃的早餐，也学习到一些实用的客語，都記清楚了嗎？那現在我們來複習一下。複習時間：吃早餐，吃早，蔥油餅，蔥油餅。你喜歡吃什麼？好食物嘅，豆漿 Hellnen 真好吃，懂好食。行真嘢客家 B&B，本人睇噶，向下嚟講客家話。